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除了最近你著关心大罢免或者是反罢免之外，阁要绑一个公道，你敢知？要搞这个公道呢，就是对着目前的政策法律的反对或者是补充，而且宣战戒严拢是宪法所保留，公道是袂使的。所以公道是民意调查，敢是如此而已吗？阁有其他什么作用？阁有什么其他的专业？今仔日是位专家，我来讨论。来，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台师大政治所教授曲条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安，大家好。那么第二位中正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蔡英雄，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安，大家好。第三位是咱资深的媒体人谢浩志，大家好。第四位是资深媒体人陈明峰，大家好。咱就来关心，到底这个议题安怎来的呢？这是拜二立法院南北电影合作，甲反废死、甲反戒严这两个公投案送去到二读，不过民进党团主张会议无效，对拜三开始嘛，伫议场头前呢排24点钟来排队，要排到拜五来抢第一个来上案。国民党嘛呼吁讲，恁领赢的人要遵照议事规则来进行。违法会议表决无效。民进党立院党团带队冲击，立法院长韩国瑜甲秘书长周万来办公室被讨公法，因为不满拿下提案的反废死、反戒严公投，政治案洪强行直接赴二读，佮派人24点钟驻守议场门口，到礼拜5的宴会第一时间提案佮进入议场。同仁们有的已经在议场前面，我们排班。然后我们来会客室这边等候韩院长，等候周万来。针对昨天的2个偷袭偷渡的公投违法会议，我们只想要好好探讨。民进党团今天的动作啊，就是要告诉大家，他星期五又要瘫痪议事了，他永远是这样的不长进啦。不过他们唯一一点点的这个进步就是呢，他们终于知道要排队了。直接赴二读的反废死公投，主文议定为，今次同意各级法院合议庭法官判处死刑，无需要一直决的政策。另外，反戒严公投是赖清德总统定为对方是境外敌对势力，人民烦恼两化政治准战争状态。你今次同意政府爱避免战争，无要让台湾变作实施军事戒严、青年无命、搁江横避讳的乌克兰。直接赴二读了后一步会由国民党团负责调集调研协商，对此民进党批评根本是议题搁较有个会提出涉嫌救济，国民党即期连夜家己放弃，搁较不办行政院长窦永泰，无等宣告散会就离开。这个蓝宇说昨天院会立场有瑕疵，院长要回应一下吗？院长，谢谢，我们依照规定。你不会看到有一个执政党去瘫痪自己行政院长的总质询，你瘫痪也不要瘫痪半套嘛。敲钟下班跑光光了，你就陪国民党站到午夜12点了。死刑已经何宪信已经枪毙了，戒严当然我们不可能再戒严了。你拿这个题目就是你怕找罢免会被罢掉，拿来混淆视听嘛。拜五调查公投，民进党会确认议事咯，主张25的表决无效，国民党呼吁连赢，请按照议事规则，唔通互议场搁半水。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其实观众朋友先看到这个新闻大哈，看老者就好。关于着这个艺术安怎去偷袭吼，我小咱老何志甲民宏姐吼，恁因照新闻的这个经验来讲一下就好。我首先要先请2位老师吼来讲，这个公投这个题目吼，这对啊唔对？因为我虽然我小可有年岁。我嘛看过有一寡公投的题目啦，嘛有迄个防卫性的公投，吼。但是，尤其是第2项呢，伊讲你同意政府应该避免战争，不让台湾变成实施军事戒严，这种宣战的吼，这有诶讲啊，这宣战甲戒严，这拢是宪法保留的权利，这毋是公投的事项啊。这头一个，第二个就是讲。
你唔通卖变做乌克兰，卖变做乌克兰，啊，无落爱先甲赖总统改名，叫做泽伦斯基，啊，才有通变做乌克兰吗？还是这是一种譬如？啊，譬如会当变做公道的地方吗？老师？我有一本册吼，较早啦，差不多20多年前讲，咱台湾开始咧采取公民投票的制度的时阵，我有出版一本册哈，就是专门咧谈咧讲公民投票的理论，甲伫咱台湾的实践哈，即内底的关系哈。迄阵拄啊好是公民投票法公布的时阵。所以基本上来我爱安尼讲，对法律来讲，对公民投票法伊的条文来讲，伊讲得真清楚，有一款的物啊，袂使投票，袂使公投，袂使公投。什么东西？什么物啊呢？甲人民的权利义务相关呢，袂使摕来公投。比如讲，每一年咱的税爱缴偌济哦。上好是卖缴税，医生、租税，这拢袂使。新房人数，对，拢袂使。这拢袂使。就这4项，这是咱公投法内底写了真清楚的，这4项袂使。剩的伊无讲袂使。所以若这个对这条来看，这会使公投袂？会使，会使。但是咱对宪法来讲，咱中华民国的宪法来讲，盖戒严的权利，宣战的权利，这两个权利是立法院的权利。对啊，立法院啊。但是今晚要来投，因为咱要讲公投，一定爱经过立法院。立法院佮讲那这我无要决定咱来搞公投一届看看。所以讲你徛伫两边，倒一边拢会使讲。我的意思就是讲，你若准讲。暂行，咱反戒严法会使放入去公投内底，你可以找到理论的支持，并过来嘛是会使，同款拢会。所以老师，这个意思就是讲，拿赢或者是白赢的这个立法委员，就是讲，好啦，我在立法院吼，我举手赢你，你佫不服气，对，我提出来外口，互大家来付诸公决，对，就是讲反戒会使个宣布戒严袂？哦，头拄我看咱的影片咧讲是民进党的柯建铭啦，老柯啦，老柯咧讲咱后摆袂个戒严啦，所以讲卖处理这条，因为不会再戒严。但是你讲的啊，你也不是总统，你也只是一席立法委员呐。但是总统敢会上因为这个公投的约束力？就是讲，好，安尼我以后我拢袂使改呀。因为伊公投了后，伊2年到3年以后，伊个会使嘛。哦，比如讲我举一个咧，咱有一届公投讲不能够通过那个什么性别的那个就两性婚姻的那个专法。但是他后来用别的方式还是入法了嘛，还是一样入法的嘛。所以讲，公投法这我就安尼讲啦。我咧看这个事情是安那，是因为你这边要算大罢免嘛，我这边就给你算完公投嘛，这是变这把法律的规定拿来工具化，这政治斗争的结构。你就是咧算啦，是不是啊？会使咧讲安尼讲啦，你我讲的，不是你讲的啦。这互相来大家互相来拉嘛，就变做是安尼，摕法律来做工具。来算嘛，你好多在讲的来算嘛。我徛政治学者的立场，我讲实在话都不鼓励啦。因为安尼讲呢，因为不管你是反罢免也好，还是公投也好，基本上这拢是阮咧讲直接民权。直接民权是咧补助讲间接民权不足才来做，唔是大家拢摕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我看这题目，敢若迄个。电视台咧做民意调查的投票，我的感觉就是安尼啊。蔡老师，是，伊这就是安尼来讲，你要用公投，你就是讲，即马现状的你无满意，你要甲这个现状改变，因为这公投上主要的意义就是讲，你对这个直接用人民去行使，因为我感觉你即马目前的法律，也是你通过的物件，我无介意，所以伊即马公投的内容。
唔是咧改变现状诶，因为现状根本也无改严嘛，吼，啊现状嘛无废除死刑啦，伊是咧改变未来啦。所以这함果伫遮，啊而且吼公道诶，你诶事项就一项，伊甲你3、4项，佮台湾无爱做乌克兰，你干脆讲中国莫做俄罗斯好啊啦，莫来侵略台湾啦，因为伊若来侵略台湾，都嘛有可能会改严嘛，我知啦，啊但是你头到尾拢杀无清楚啦，吼，啊你拍迄个丢草人，这啥物意思？就是讲，这无影无还未发生的代志，你甲查来公道，啊你感觉讲这有法度救你的罢免？这贴也无够。赵老师，是啊。如果你若是作文老师吼，你要甲改这第2项，你看你有通甲改过较具体啊，会当有法度改无？不，这边不，你要改变现状嘛？我比如讲，好，安尼干脆你讲中国唔是迄个境外的敌人，哦，你感觉中国是唔是境外的敌人嘛？是唔是嘛？啊，有个人讲是，有人讲唔是。我的意思就是讲吼，你去甲斗一个较有一个听起来较合理的物件，你茫互民众斗讲哇，你这几6项，啊，佮夹做一伙，啊，佮包括这个死刑的部分，民众敢有了解啥物一地瓜的代志？其实，我讲吼，这就算公道出来嘛，无效啥，咱毋知，因为迄是宪法法庭、宪法删除已经解说出来，以后若要死刑，要有3个法官做一解同意啊。但是你若透过法律公道，这是法律先删除啊。法律删除袂当违背宪法解说的删除啦，所以是足简单的道理啊。啊，这道路赞成反对拢无效，无效啦，因为我想就是讲斗跳的啊。所以老师这就是咧算了。就我头拄咧讲算，咧算这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你公道了，那种文也过嘛是无效。这内行的看就看有啊，但是因就是讲用这吼啊，但是我感觉讲好，你若台湾真侪人反对废除死刑啦，这我知啦吼。啊，即嘛问题就是讲，咱嘛无反对，是较严尔。但是呢，意思就是讲吼，死刑吼，意思讲这一定要继续执行落啦，吼，袂使讲3个一定要同意啦。那其中吼有一个迄个反对嘛，无要紧，但是嘛是爱执行死刑啊。因的逻辑是安尼啦。但是咱会惊是讲，这是毋是咧审判的过程中，吼有可能是毋是有一点啊，吼无遐哩圆满来审查的过程，所以因即马大家讲的意思就是足简单的，就爱3个做一解同意啊。啊，当然因反对这啦，哦，啊，但是讲啊，无你会写较具体的讲。对，啊，废死的部分，真台湾人是反对这嘛，赞成死刑的嘛，民调真悬哦，80几%。我也是无法度真正理解讲，要来算这项代志，敢有通啊教起来，啊教到讲会当对抗着这个反罢，变做反罢免一种鼓舞的这个力量哦，何志之安怎看？我先解说一下，今摆你看迄讲你在查啥？查啥物？吼，顶礼拜5啊，即礼拜2是两天是一次会啦，吼。啊，顶礼拜5民进党就去接主席台嘛，吼。国民党今摆是因为罢免的关系，唔敢去冲嘛，吼。所以顶礼拜5就无开会，吼。啊，即礼拜2嘛是共款，要毋过民进党到6点的时候就撤了嘛。人讲，吼。啊，现场有一寡人啦，但毋过就是无迄咯。啊，结果即时阵国民党就讲我要开会要来处理嘛。吼，一般来讲，立法院开会是到6点无错。吼，要毋过那是有总质询的时阵是开到总质询拢了。吼，每一个立委拢质询了再散会。啊，结果即摆民进党意思是讲，啊，迄天就还未开始质询啊。吼，所以你袂当用这条。要毋过，迄天的议程真正总咨询，吼，即摆2个咧吵的是遮，吼，民众讲，阮就还未开始开会，吼，还未开始质询啊，质询，吼，国民党就讲，我即天本来排的就是质询啊，所以伊开了，伊通过这2条了后，吼，要继续质询嘛，吼，叫周恩泰讲，吼，我甲韩国瑜请假。啊，韩国瑜是无讲到底有无，因为这因内底2人才知，别人是无听到，吼。啊，结果呢，也毋过韩国瑜迄天有宣布讲，请因回来开会，啊，现正无要回来，吼。啊，为怎样无要回来？就是讲，伊若是回来了，吼，啊，你就毋是承认这些合法性，啊，明仔载不要来吵，
迄内底迄关系是安尼啦。左荣泰唔是讲无要倒来即阵，是讲伊倒来了后，明仔载就无通炒。吼，啊明仔载要炒的时阵是安尼，要毋过我要讲就讲，我找李焕英遮久吼，不管说你这个议事规则你两个安怎炒啦吼，我找李焕英遮久吼，我唔捌看过吼，没有敲锤就散会的啦。哎呀，院会吼，我没有看，委员会有说。时间到吼，迄个遵守。这就是我要讲的。议会我唔捌看过啦，所以讲你民进党伫这条内底吼，我是感觉你比较站不住脚。警察无听到迄个哭啊声。没有敲锤嘛，好所以你议事规则可以各自解释，但是各自有各自的立场。但是你在这个地方你是疏忽嘛，我跑那么久，我没有听过说没有敲锤的时候。就差这个哭啊声。对啊，你讲已经散会啊，议长无讲散会啊，委员会有啦，吼议会我唔捌看过啦。好，所以今嘛的差是这啦。关于这两个公道，我的看法是安尼啦。第一个就蔡老师刚讲，拄仔讲的，反废死这类物件，你是甲宪法法庭你是无人迄落的啦。哦，一定是没效。要不过没有效力的东西可不可以公投？会使啊，可以啦，我们不连公投、反连公投都在投啦。你就咧投嘛，我大家投趣味的啦。迄一定要投呀。第二条是讲伊咧反这个公投的时，这个物件，莫讲伊内底有啊，读偌济物件啦。就讲你公投总是要投一个说，我要搁要安怎做嘛？吼，是上尾做，是要写倒位，是要创啥物？是讲你要不讲是讲啊，你政府比如停建核四，你核四留在停建。好，还是你核四要恢复？行动合约啊！比如说你要是立法你立法院被做啥？比如讲，伊这个写了后，伊有一个意思的表达，毋过无讲后面行动合约啊！所以讲是讲，这导出来就无应用嘛。要毋过你讲会当导袂？会当导啦。民意调查啦。要毋过我慢慢讲，今日问题就讲，因为国民党即马是讲。没下不了台嘛，所以伊下要挤这嘛，因为都进前讲啊嘛，所以你看伊较动两工嘛，动两工了后就讲无我这头家无，因即马拍嘛唔敢拍嘛，吼投嘛无法度投啊，所以头家无。这个物件送去朝野协商了后，你讲后壁佫会讨论无？我感觉是袂讨论啊，我感觉是袂吼，因为你即马就是唔敢冲突嘛，吼。要毋过即马是讲民进党就无要帮你刷啊，民党即马是无要帮你刷啊，吼，所以明仔载讲要甲你继续吵。要毋过这代志即马来讲就是假议题，因为我认为这个公投最后不会成案。未成案哦，未成案啊，就是讲伊即马送朝野协商了后，袂阁转来表决啦，你放心啦。哦，민宏你感觉咧？无啊，这东西伊无即个人国强老师搁画一个过来咧。无啊，拜已经过啊嘛，过了后就是讲，这民进党是因为你无宣布延会，因为你的开会时间一场开会通知是9点到晚上18点嘛，那你到了那个时间，你主席你并没有说我会延长这个开会的时间嘛，而且卓荣泰有去你的面顶甲你请假讲要走啊，你有点头嘛？你点头嘛点几届？唔知，至少有1届啦。因为这所有下骹的人拢看到你点头啊，所以说行政院的人就撤退了。那撤退，你现在到了8、9点，佮叫因转来，啥人要转来？对哦，你讲，你也无要延长开会时间。你大家就算了啊！你这样搁要创啥？这样就是讲要确定日程，你这个案子才会过嘛。所以说，其实我感觉嘛，也不会在乎说你上面逕付2读啊，因为过去1年来都逕付2读，已经习惯大概麻痹啊。只是讲你这种提出去了，你国民党会去用笑哦。吼，你到底有中文系的人？我是感觉用笑的人应该是。无做，因为看别的人无做啊。就是笑死啊，就是去用笑死。你看，你第一捌的人唔多啦。我先讲哦，我唔是笑国民党，我是讲，我真正摕互阮处理人看吼，
这是要导什么物件？都是啊，你就是去用笑死啊！我嘛不是笑国民党，我是笑写这个公投文的人嘞。无，阮处理人是支持国民党的哦。是啊，但是你写到安尼，到底是爱支持还免支持？无爱支持要支持啥物？伊甲安尼问啦，讲无就。就是金雄叫金雄啊，改名叫做泽伦斯基。所以你也无叫黄国昌出来写时，大家就看无啊，是无？另外，你第一行你讲判处死刑不宜自决，下行办啦，这是很高，这是法律用语啊。这种大家不解释，你是要讲你看有一自决。然后第二题的那种反复复，你是否同意政府应该避免战争？到这里应该说同意啊。然后再又转一个，不让台湾变成实施军事戒严，也同意啊。然后青年丧命且国家被毁乌克兰，同意啊。所以你第二项公投哪有反戒严？然后第二项公投他给我来就是要同意嘛，你要同意政府应该避免战争，不要让台湾变成军事戒严，哪有不同意？啊，这没在瞎晒啊！这作文小可我你安尼读落去，你是不是同意？你不是爱同意？你敢无同意政府应该避免战争，无卖互台湾变成实施军事戒严、青年丧命且家园被毁的乌克兰？你同意吗？这应该同意啊！有些不同意，难道我们要变乌克兰吗？所以你规个国文你根本无清，无这文章要哪写？小等请两位老师来改。但是吼，我要先问两位啦，这到底对着国民党本身来讲，有通好帮助因反罢免无？无可能的代志啊！因为哈，你第一，你文章内底也无清楚；第二，这两个议题都是超过8%高达的赞成，就是赞成无意见的啦。对，无意见，就是反对废死也是8、9成的支持嘛。那反击也是8、9成的支持啊。那你到时候你也公投是不是爱辩论？辩论你国民党做反方没有错，你要去拿恐怕我觉得你找正方的人都很少啊。要这说我一个人要出来说反废死可能还有找到人呐。还敢若阮学生时代跳工咧加先嘛。那反废死你可能搁找有着人甲你反废，因为有废死团体嘛。然后呢，你这条假要出来讲我要赞成戒严，你正方你要辩论。所以这两个议题呢，根本就无办法后吸引选民的目光。第一个就像你讲的，大家看不懂；第二个没有针对性。然后所以我早上读了叶元之啊，我就跟你讲，你若有尬死的话，你有弄结核电要不要回复？这种核电的东西不是争论就很大吗？这个议题就会热度就很高啊，这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啊！你这两条这没有针对性啊！你是不是要去动员？你是不是要动员？我跟你讲，公投没有约束力，公投是投假的，没有错啊。但是这一次的公投，你本来就是要开始动员，去跟大罢免对决嘛。你敢有效果？看起来嘛是无效果啊。好日子安怎看呢？因为你即马公投顶就是800条嘛。袂当800条嘛我感觉国民党这是伫3夜800条以后才提出来的。我感觉着虚应故事啊，讲我之前讲我要提啊，所以我即摆就提一个物件出来，无做袂使我提了，我就讲我那是无院会拢。恁两个拢真共闹开咧。无做袂死啊，你叫伊莫提啦。这笑死啊！我是像啦，笑死人啊！我是像啦，笑死人！我还写一篇你还没死。伊即摆就讲。嘛是因为安尼所以讲我那是已经提啊，一读没有通过歹看，你讲无二读袂要紧啦，即摆就说昨迄拜二迄动作就是讲上无爱二读，爱一读啦，这物件二读尔咧，这无三读诶，对啊，我是上无爱一读，你看这文字的写法就讲凊彩写的，我讲是。无咧，人这检察官出身的吴宗宪写的。我解释互你听啊。笑死人哦！你真正唔是我解释互你听啦。因为你罢免，你起码是爱国民党是爱不同意票对无？你即马公投，你是嘛爱不同意？不同意啊！毋过这两个。这两个拢同意呢。拢同意啊！哇，这惨了啊！
所以我来讲，这就这万不离呢，凳都顶打。所以我来讲，这就虚应故事，伊就知影公投绑罢免对啊，互你提钱着安尼。啊，所以才提啊去行嘛，那是正经要提，那提。哇，那真卡阿公阿妈晒，拢甲你反对，他们赞。这种东西，那有啥反对的？哇，这邱老师那是啥呢？伊讲要公投要绑这个罢免嘛。啊，是毋是时间上吼是超多好，才有迄个效果？无啊，啊你无法度，啊你无法度，伊时间无法度，啊即摆伊塞这出来，我看较无共啊，伊一个月冷冻期了，调业协商了，伊会杀出来用啦。这吼头拢洗，迄落头拢剃的，无洗袂使啊。是安怎啊？讲到安尼好，有一个迄落啊，我会当无用吗？无可能。上不再上到谁天？对。但是咱的公投法，朱立伦爱交代。对，啊，重点是安尼啦，就是讲吼，咱无法度去审查伊的内容啦。伊就是讲，你若审查伊内容，就是讲，我想这公投的题目吼，不管你好歹，你想要甲我审查这，甲我驳回啦。咱的行政机关无法度，就是讲，伊是形式上的审查，吼，就是讲，啊，你这若条件有符合，好，我就互你，因为我若甲你审查内容，意思讲，你这有立场，你想要反对这，一定用这条。所以中选会一定会 pass， 一定会过关。对啊，无法度，伊就送起来嘛，吼。笑死人，那会歹 pass。无要紧，就斗爽的啊，因斗爽的无要紧啊，但是无迄个效果啦，啊，佮食那佮减歹看，去食难怪啊花啦，哎呀，是恁三个拢甲闹开。邱老师，你嘛讲一下，甲鼓励一下。邱老师要当正方。我。小啉食醉者。我头拄第一轮我咧讲的时阵，我就讲过，这是咧算什么呢？算政治，哦，因为你徛伫国民党的立场，还是徛伫民众党的立场，伊袂使讲咱今年的规个政治的主题，拢伫咧反罢免，拢伫咧罢免嘛。啊，你即马罢免？袂啊，伊个什么法案个弹出来，大家都有。你因为。对老百姓来讲，因较听有的就是讲，啊，这个立委咱要甲赶走无？好还是唔好？这是真好动员呢。啊，民进党即马开始嘛开始咧准备要做政治的动员了嘛，对不？你反罢免迄真好动员咯。啊，你国民党无法度讲，我徛伫遮吼，那看你动员就好。伊一定爱摕一个物仔来甲伊对簿嘛。啊，伊要提什么？提这两个公投案。啊，可是，但是呢，这两个公投案呢本身无什么争议，咱头都拢讲过，讲到了嘛。不管是反死刑啊，还是反这个戒严，无像头先民宏讲的，你国民党当提出说，这个核一枪、核二枪，拢爱继续互伊搁放落去。迄可能有会较闹热啦，对啊。公共政策顶悬嘛有较有争议，但是迄无政治宣传力啊。你头拄蔡老师嘛有讲到，伊主要目的就是要动员的。就是啊，所以伊较有动员性啊。台湾有80%的人想要袂使讲废死刑哦，啊，但是伊即马实际上无废啦。无废去，但是死刑的伊的门槛有较悬，咱讲实在，较早是一个独任制的法官，伊判死刑就判死刑啊，哦，啊你伊当做甲别个，阮厝的阮老的讲，啊这哪是要投，伊就是要投票投前2天，搁甲你蹦2个，啊你就免投啊。就法律来讲，这是两项代志啦，啊，但是这是政治动员来讲。较好动员，较好动员。啊，就是政治动员，你要政治动员，我前2天我就拣2个蹦，啊你就免投。伊嘛好讲啊，你即马是为了政治咧杀人呢？哦，是。对无？哦，你普通无要讲这该死无该死，啊，即马要投票，你要公投，你即马掠人啊，讲你这2个该死好死。你毋是摕人命来算，迄更较严重哦。对无？所以你这伊这是会使算的物啊。所以咱讲到尾啊，是头拄讲到即摆，因拢咧算，对无？啊，罢免迄敢是咧算，迄嘛是小可咧算，共款啊。哦，啊，所以我回到我头拄咧讲的，政治本来。这款咱的制度的设计是本来是想讲用民主的方式
咱来解决公共议题，对吧？创济复决，对不？啊，即摆唔是，即摆是为着政治的动员，哦，咱不管是罢免也好，啊是即摆咱那什么公投也好，拢是咧做政治动员嘛。但是我有去查迄个税数吼，人伊啥物物件就咧公投呢？会使啊，是啊，伊遐拢是公共政策啊。哦，咱国内都我伫我的册内都有咧讲啊。咱国内的公投，今仔伊本册应该摕来，大家来好啊读者。伤过久啊啦，吼，20多年前的册啊。哦，我迄阵我伫内底就咧讲，公共政策摕来公投是会使。但是政治立场的问题摕来公投是足奇怪，迄足奇怪。哦，譬如咱头拄咱主持人嘛有讲着，即马足侪人拢袂记得啊。咱较早咧讲入联公投，啊台湾人敢有人咧反对讲，若准联合国讲，然后恁互恁入来，咱讲咱无这小等的，我哪会公投，无这代志。啊，佫一种叫做防卫性的公投。是嘛？即摆拢足奇怪，但是咱公投过，拢有，拢做过。咱一届公投拢开几来用的呢？哦，啊有咧做无？有，迄嘛迄创啥？政治动员，迄届的公投是要甲总统的选举有无？甲做伙嘛，对无？所以你话你看，对较早到即阵20多年来，虽然讲我的册较旧啊，啊，但是20多年来，咱咧做公投，足少拢讲公共政策。是台湾无进步啊，老师的册伤先进。我唔知，我唔知，我唔敢后白讲。但是我即么到即阵，我看到有为公共政策落去公投有无？有，真少，大部分拢是为着政治的目的。这我蔡老师吼，就策略来讲啦，因为老师政治系嘛吼，就策略来讲，国民党除了守，即马较秘手吼，啊较无爱去讲冲突吼，唔通啊讲甲安尼。但是我看嘛，真侪立法委员讲话喙嘛是来减减嘛吼，刷落来伊嘛是还佫有武器啊。比如讲，我拢甲恁加薪啦，甲你即个护理人员加薪啦，甲你公务人员加薪啦，啊，互你普法啦，啊，这敢有效？这啊，佫有其他什么议程在刷来即个会期当中？是应用通过法律的方式，哦，啊来大家普发现金1万，哦，啊这个军公教伊该加薪，这伫宪法顶悬的解说是违宪的啊，因为立法委员袂当增加支出，啊你。预先通过法律，你就要去交行政部门协商，这钱要对对来，啊对对有一个财源嘛。无啦，搞安尼，就规个国家拢倒大，逐工都伫遐发就好啊。什么1万伤少啦，什么嘛100万、1000万，袂当安尼用啦。啊，因是要用安尼，因为头期的预算你都顶讲就好啊，伊无爱咧，伊看无爱，我就要加1万，啊看安尼会当将这个人买转来卖啊。吼啊，但是事实上是安尼啊。人咧犯例的代志，你家己爱知影讲要哪去改啦，要哪去套啦，毋是去变这有水无干的，迄无啥物有影响啦。就算讲无问题啦，吼，有争议性的议题，吼，大家当提出来讲。但是因的目的毋是安尼，因目的是讲上好80%的人赞成的议题，啊，这个人吼拢来投无同意。但是应该写袂出迄个无同意的物件。但是真可怕呢，因为都是顺续，就顺续，像他何志讲的，这有可能顺续拢投入去。讲甲互你慢吼，喙手好拍夹啦，意思就是讲，我甲你解说这个物件吼，这个选民知的时阵已经喙手拍夹啦。你要用这个物件，你只要简单，你要投啥嘛无要紧啦，你简单明了就好啊。你讲甲一趟一趟你要改作文，你要安怎改啊？意思就是讲，这个歹改啊，这歹改，但是就是讲，你叫陈奕真改，陈奕真不是中文系耶？是啊，是啊。人何是是名记者，你若要甲改，看要安怎改？无救啊啦！安怎改？不是啊，这题目就一般人就是无感呐，这题目就是无感呐。哦，你要讲到大家骂的时阵。就说这个题目都会一般人都会有情绪啊。唔过你讲我真正会讲来瞪这些物件的时候，那个怪。无迄个动力哈。啊，这种东西就老师刚都要讲的，你爱一听就是爱有感，爱冲动哈，要有感，要觉得说那个，因为你本来是你起码是要做政治的动员嘛，吼啊，那你讲写这本来就啊，如果若这个会期，你感觉国民党，譬如讲。国民党啊，手头啊，有啥物工具？譬如讲，迄个普发现金，以这个税收案遮济着，
我来破坏现金，这个敢有效？因是希望，因过你话行政院来讲啊，啊你即马，就算你遮要过吼，公道罢免进程嘛来袂赴啊，哈袂赴去啊，就是讲我是感觉讲国民党即马卖去想迄那么肉桶的东西啦，吼，你正经的哦，嘛是有一寡法律会当过啦，吼，你卖像讲顶两个会期哦。拢都是爆冲嘛，我一直在讲立法计划嘛。你这会期你原来你嘛想对啊，我就是要爱你讲这。好，原来你嘛有是讲，你原来嘛提13个优先法案嘛，对不？啊，你提出来看讲都一个较紧，有些也没争议啊。吼，民众看你有咧认真在做，吼，我感觉有的人就感觉可能你无需要被罢免嘛。你袂当讲啊，顶会期讲。小选罢法，选罢法小白虎，我讲即马过来讲，要拼公道，所有物件拢你家己的代志坑在心，吼，我感觉那个给人观感很不好啦。就讲你即马你认真去看嘛，总有一些法案可以过。事实上，总是还佫摆足济呢。对啊，你讲总是有一些正经的法案可以过嘛，吼，包括。当然有些争议的，比如说他们之前讲的那个代理孕母的事情呐，那个国内的看法，大家讨论，总是看有你正经的讨论啊，总是有一寡法律会当过啦。啊，我讲国民党应该去内底找讲有啥物较有感的。不过我感觉伊迄5天假，可能加减有5天加减可能对民众有一点点吸引力。有差哟。对啊。5天，我听了嘛偷笑呢，但是咱是唔敢讲啊，民众。迄5天甲迄企业界一定反对啊，对啊，跳起来，伊这搁加压迄企业界的人嘛。无，我感觉这国民党爱看清楚啊，伊这已经完全大罢免，已经是政治动员啊。这就是第一届是民团，第一线是民团嘛，这就是民进党的各个党部已经落去啊，要互第二阶个成立嘛。你这佫去立法院提一寡什么有诶无诶，我还讲迄种经不起什么水花啦。你做的再正确，你就会把傅昆萁换掉嘛。就是表示你认错，我认错了。我旧年1年都唔对啊，我不该好这样做总招啊，所以我觉得那个仇恨值也许会消一点。那否则你不做这种认错的动作的时阵，你家己就爱开始动员啊，你动员你要变迄动对动的啊，就是讲你家己嘛爱人数起来，譬如说你讲你一直讲要15个绿委的联署，你个迄种连袂起来，你足奇怪。然后迄林涛一直讲，我有8个呢，你总想要甲阮食掉伊去。这样问题是审查迄联署的东西是地方政府啊，伊讲迄8个应该是台北市还是新北市嘛，所以说你这无联署任何一个绿委的时阵，你伫大罢免投票的时阵，你就是一面倒啦。你唔管你2阶过偌济个，反正你也无联署一个绿委的时阵，你就是一面倒，你只能做防御，你这个公投不会有人理你的。所以你就爱做防御你啊！所以你最好东西都是要党对党，党一党对党以后，就像一场选举安尼撑起来，把你政党的撑起来，否则你个别立委都一定会被点名。今天李彦秀，明天叶元之，后天王宏伟，就变打地鼠一样，一直地鼠一直打，就是这样嘛。你这样国民党有讲我办那政策说明会，你这样嘛有点功能，说我规个党搭起来。用党的方式去弄，但是你手边没有筹码，其实你这样联署可能嘛是无共投票，你这样联署可能要附身份证，但是你手中有8个有10个，甲民进党的35个拼，至少有拼味嘛，就用讲一个道理，讲做一个党安怎，那个党安怎，阮是安怎监督的，你这样根本就是。散啊，那个刷理你啊！你连办一个政策说明会，你嘛毋是去讲，嘛毋知你去讲啥？你为什么你6个立委伫遐讲10分钟啦？一个人讲无到2分钟，
啊，要辨别，要讲我保存霸团讲的遮歹，你莫甲我罢免。无啊，啊，你就去吹萨克斯风啊，萨克斯风佮吹两条音乐，安尼佮好听安尼啊。音乐会啊，较柔嫩啊。但是吼，我事实，对抗，但是咱事实讲吼，因为我有接触一寡哪些的，还是中间选民吼，对因来讲，就是讲啊，莫母甲遐去啦，恁就是较美秋的吼，啊，即会期像头仔护士讲。恁就好好啊去甲我做一块位，我是无迄个员工出来投票啦。这头一个有人安尼讲，第二个就是讲，好啊，就算讲恁遮拿的立委拢叫霸去了后，你这选区你民进党敢选得掉？啊，佫无一定哦。问题是安尼讲，但是你去用霸去了，就是歹看啦。比如说徐小清迄区，可能佫选嘛是拿的啊，但是你讲的第一行的人吼，你讲迄无迄关注的人。那一类的人，伊本来就无会关注大罢免啊啦。我想伊本来就是伊本来，但是你爱知影，这样东西被罢免的人很积极，所以一些投票率你要预测的是那堆很积极的人会不会超过25%？那些闪现海外闪现那些人，其实已经不重要了。我希望应该先互较冷落去嘛，唔是嘛，好事。他练是个别立委爱练，你中央袂用练。唔是啊，即马，你即马公投榜罢免嘛无啊嘛吼，啊你即马两党的罢免看起来嘛无，就算国民党连胜啦吼，看起来嘛袂甲足伙啊，吼，所以你到时你就是讲，迄天的罢免全部拢是来的，拢来，无青啦吼。这种时阵就，你原来你是有副霸的时阵，吼，你是爱增加对立，要拉高，各自小对的，要各自之处啊。你起码讲，拢是你的人的时阵，这时候是要降温的，哈，好，这时候是要降温。对啊，不是要较避球的。你越拉高，吼，青出来愈侪，你就愈危险嘛，吼。啊，为谢国良的 case 出来看，在谢国良的罢免案之前，我们是罢免是没有热战这个概念的，吼。拢是冷，吼冷啊！希望人卖超过25%，吼无热战那个概念。谢国良是第一个打赢热战，啊，谢国良的热战，跟你讲是安怎？你要去催出中间选民，好，谢国良一场细场的，啊，不断的这样办，甲讲我已经做了啥，吼啊，我未来搁要做啥，啊，我哪有啥物时阵做无好的，吼，啊，搁有食贡丸汤、种啥的肉，迄一场安尼去做嘛，就认真的呢。你敢会记贡丸汤哦？因为我有食到。所以你看谢国良迄投票率，吼，伊大选的时阵，迄投票率6成呢，吼，啊，伊罢免的时阵5成，所以你看伊投票率是中间选民有催出来。但是还有一个关键，家人迄是因为民进党迄摆无去做动员。无参加啦。我来讲，迄是你是用讲的啦，无动员有不同意票有遐济，迄是讲无徛出来尔啦。有影啦，无过。我跟你讲，这是因果啦。吼，是无动员啊，无过，还是因看到无过啊，无动员。啊，这就歹讲啊。啊，所以你看谢国良的谢国良 case，甲你讲，中间选民你爱去催，吼。但不过你看国民党今麦的做法哦，都还在顾深蓝呐，吼。所以你爱找一寡议题吼，让中间选民有感。主席何是讲的有道理呢？爱对着这何是爱听呢？这中间选民吼。因为要不然你就不要热战了。如果你现在的概念是热战的话，谢国良的 case 告诉你说，热战是要有中间选民的。好，他是一边降仇恨。谢国良迄阵，好，你看谢国良迄阵，一直敬礼，一直敬礼。伊嘛无去骂霸团，好，伊嘛护霸的时阵，伊嘛讲坏。去街头去敬礼。迄阵国民党有人讲被霸同志委议长同志委，伊讲坏，对。迄阵国民党在修选办法，伊讲迄甲我无地带，好。你起码不管怎么修都不会用到我身上。谢国良的状况是一边降仇恨，一边在拉中间选民。好，啊，你国民党被思考一下呢？因为讲你即摆副霸已经无嘛，你若是副霸就对家，好，拢大家。但是伊毋是毋是有一种想法，种罢了，搁较选你嘛选袂赢我搁较拍断手骨颠倒用。对人来讲，一定不希望说我的人被罢掉嘛。对不对？虽然有一寡可能
补选嘛是我家己阮人的调，吼。不过一定无希望安尼嘛，因为加减嘛是有会上着，对啊。其实我是感觉安尼啦，过去的罢免拢是一个一个嘛，譬如说你陈柏惟嘛是一个，黄捷嘛是一个，然后那林较袂遐烧哟。就是都是单一选区，但是你现在已经至少，如果你二阶有过的话，有10个、15个的时候，迄是10外个战场诶，你是要安弄？你是要安弄？你是要安领去倒啊？领去北京吗？领来咱了亚白啦，咱了亚白上领来蔡老师。是讲，伊即摆吼有当时无补啊，啊，就只好食烧个配冷啦。食烧配冷的意思就是讲吼，都应该啊，就爱去潮州食烧冷冰。意思就是讲吼，该冷的时阵因无爱冷，伊即摆甲你用啥来讲？啊来活动中心我来甲你总结，吼啊，但是有诶我无爱去用，结果大家听讲，哇，安那你来借遮一堆啊，人罢免团体拢别讲罢免团体啊，包括要办分数的吼，集会的遮个区民拢无法度用。对啊，这是算冷啊，算冷。这是烧的啦，对伊来讲伊感觉是冷，但是伊事实上会烧起来，嘿，是烧的。那重点是啥？就是讲吼，你这个罢免的部分，你就是袂使有，互人搁继续压效你嘛。啊，但是你要搁做这个工课，互大家搁有迄个无彩的啊。这是违法的代志呢。但不是在咧生日，吼啊，生日无要紧哦，大家来生日无彩，伊即边仔写讲吼，爱投无同意的罢免。啊，你这毋是明？意思迄条无彩更顶悬写讲吼，迄个无同。老师，你有同意何其他所讲，就是讲爱降低这收分值，吼，收分值啊，另外啊，这个优这个中间选。因为过去家人吼是一个所在啦，即届的罢免是一个连线啦。迄吼，毋是讲因为谢国良因伫家人的实力足好的，这我知啦。但是即届吼有差不多。甲看迄民调有4成，假设有4成就好啊，吼，4成同意罢免的。结果这4成同意罢免有7成的人愿意要出来投票，真悬呢，4728%都可以超过25啊。意思简单来讲，你迄边迄落无同意的迄边吼较冷啦，嘛袂愿出来投。有的人甚至讲啊嘛无一定啊，伊毋知讲出来投要烧战啦，烧即是烧啦，吼要烧战啦。啊，但是。伊是讲啊，我要叫你出来烧战，啊，伊就讲我来领战好啊，我哪知你要安怎？所以你就烧，对，食烧个配冷，伊就多巴肚疼。这足简单的道理。啊，所以我要讲。袂啦，人潮州的烧冷饼也袂歹食。对啦，啊，我意思就是讲吼，只是会巴肚疼。袂啦，你即摆要通过这两个公道，我简单个讲一句就好吼。6点就是讲吼，你若即阵无煞，我延长到6点以后啦，因为当时候你讲甲煞，伊即摆毋是啊。无即阵，无总即阵啊嘛，伊即摆用透早迄2个案讲啊来，大家叫，等下要通过这，偷压啦，莫讲有讲迄个推啊，无讲迄个推啊啦，民进党无伫遐，你要通过其实嘛会当嘛。但是老师讲推啊，这项代志是虽然叫做象征诶，这个动作，但是在艺术顶头嘛是必要的条件呢。对啦，啊有当时有可能就是伊无做，吼，伊用口头去甲伊讲嘛，啊人已经行政已经走啊，对不对？吼，这我感觉是倒云台倒议长较无经验，应该揪着这个韩国瑜议长的手讲，你拜托甲我扣落，我才来去。伊嘛初处做立法议长啦，吼。行政议长袂使干涉立法院咩啊开会嘛。袂使甲牵手给扣落。伊讲甲议长讲我要先走，议长讲好伊就走安尼啊。是啊，这有重大的这个错误就是遮就是讲吼。你民进党也无来开会，结果伊就拢通过啊，半暝半啊，吼，因讲拢开到12点。但是我感觉就政治的攻防来讲，是这个物件是民进党嘅失了觉察，无去防着，是不是啊？这样来讲，这是讲这是一个瑕疵啦，对，无注意到，无注意到啊！但是你因为你的瑕疵，你无注意到，拄啊，互对方都摕到这个空棒嘛，对不？伊即马就是安尼咧处理这个代志。伊甲你讲好的啊，伊喺点头呢。基本上吼，讲要走叫你回来，你嘛先回来啦，这本来就是安尼啦，本来就叫行政院对立法负责。正常来讲，伊迄主要无讲咧，就是没有散会嘛。伊的会议就变做是继续落去嘛。迄就敢若咱咧运动会的时阵吼，你要起跑的时阵，你若准打着迄个白线有无？你有打着，迄就犯规啊嘛；啊，无打着，就无犯规嘛。伊迄就是看伊要抓无。
看伊有要了无，了解我的意思嘛？哦，啊，这就是安尼，这是技术的问题。啊，但是你叫对方都摕着抓着，啊，就伊就。但是就艺术规则来讲，即摆有通来做鉴定，还是讲做艺术鉴定，请即个立法院秘书长讲，原来啊，你看安他有通来做判定安尼。我感觉你即摆就讲技术上的一个重点，迄间秘书长的小可嘛是有疏忽。哦，我唔知伊是调工有调工无，这我唔知吼，这我必须来讲，我唔知哦。啊，但是伊本来伊的经验来讲，伊应该有注意到，哦，伊爱提醒行政院讲，你莫走，袂使走，哦，啊，提醒主席，哦，左院长伊是袂使提醒。这因头都有讲过吼，因为你也袂使干涉立法院，啊，但是你秘书这是秘书长的工课。啊！你要提醒主席讲，你要超意识。轻轻压起议长的手，甲扣落去。有这个动作，扣掉都有声啊，都有声。我是安尼看啦吼，以他那个时候，刘宗泰说，迄时阵要走的时阵吼，无人知影这回购会开袂开啦。是。所以讲，迄阵可能讲，有可能讲你要走的时阵，无人讲甲你讲 say no 啦。吼，要毋过尾啊要变成讲，搁会开的时阵，吼。啊，即阵因为小富啊无甲讲啊，毋是啊，小富嘛袂使，我咧讲啦，走去主席台嘛袂使。那是讲民进党接到12点，对无？啊，就袂开啊，迄毋是小富的问题，这主动权嘛是咧民进党。这迄甲小富无关系。毋是，你他意思是讲，迄阵时议长啊，佫毋知影是刷来因佫要创啥物嘛？对啊，啊就是小富无先甲讲哦，阮小蛋要创这哦。民进党那是接到12点就无通开嘛，无人知影民进党6点会走嘛。因为你现场足乱的嘛。哦，啊，你主席要处理这乱局，好不？过来会开嘛？你韩院长，你就卖叫倒的杨照。来，先我。即摆伊有讲无讲，是朱荣泰讲有讲嘛？哦，啊，拢有看到你个。不是，毋是啊。无啦，就好议长出来讲啦，人家较做算。就是我哋讲，就是你要讲的时，你有真正有讲的时阵，叫你转来嘛，你转来。我拄仔讲，伊无要转来，这代志是为了明仔载要查这物件啦。吼，迄毋是讲，迄毋是讲，你即马讲，吼，伊真正无爱转来，是讲伊转来明仔载要查啥？就事后的这个效果而言，伊当然卖转来较有效果啦。对啊，明仔载才有通查嘛，伊本来就是小美本啦。민宏，你小等，我先和蔡老师说。我讲吼，伊这就是这个周万来伊写的册22条议事规则，就是讲伊这个延长时间，刚才讲伫总质询拄好过这个18点的时阵啊，6点的时阵吼会当延长啦。啊，昨呢，迄个议程内底就毋是咧讨论这啊，所以昨的头前我讲还是头前，无，议程总咨询，但是昨都无总咨询啊，都无总咨。如果有人来，我先讲煞啦吼，有人总咨询的时阵，啊，拄好时间超过，伊甲延长。但是若无迄个物件的时阵，伊甲拖迄个议案头前咧讨论的议案，搁来继续讨论。这问题出伫遮，因为议事规则就是一时袂当论两件代志啊。你做简单的道理，你走国会人应该拢了解嘛，嘿。啊，所以你去讲迄有咧弄锤啊，无咧弄锤啊，迄毋是重点嘛。毋是你听我讲，我是讲，你要叫伊转来，你嘛敲电话回讲啊，你是不是爱转来？毋是啦，伊都继续用啊，伊都无管你啊啦，伊就是我放你走，啊，你要叫人转，你嘛是。若无人咧暗时啊，伫遐咧即时，迄落咧用迄啦。最高点叫人倒来咨询。嘿啊，较有人即落啦，无即落。来，我开始的时候，我第一摆我就讲过啊，吼，民进党的主张就是讲，陆老师讲的主张，吼，讲你还未开始质询呐，吼，要不讲国民党是讲，我迄天摆的就是质询呐，吼，无总统在遐等要创啊，总统在遐等就是即讲就是要质询嘛，对不？啊，即马两个了各执一词，吼，要不讲我的讲法是讲。至少吼，你这样唔管你民众讲法也好，也国民党讲法，你民进党迄天就是应该拖到12点了，你又无讲对啊嘛，好，无讲对啊就无散会啊，好，这是你自己本身，这是你自己的本身的疏忽啦，好，因为议会就是该委员会无共款，无讲迄6点，因为迄天摆的是质询，人家你可以说人家钻漏洞，好，但讲唔是人讲违法，好。啊，我拄仔开始讲的，我嘛是讲这，吼，我即摆重复的嘛讲这。啊，有通无民宏，来过去咱的这个经验，我会记以早，若是有一些王金平的时阵，
好啦，恁就两边卖，咱就搁定来一摆，即摆就无这种可能。啊，这样就无可能啊，因为韩院长伊家己嘛唔捌啦。啊，伊说伊请一个周万来，大家拢叫说伊做捌的，结果嘛证明伊做唔捌的。所以规个刘慧仪唔知咧变啥。这话你刚你讲尔，我讲啦，我就讲安怎，我就跟他讲啊。这秘书长有发挥任何的作用吗？迄当阵那个争议很多的时阵，伊有讲吗？有正确提醒院长应该要怎么处理吗？伊无啊，所以我会讲啦，人吼。伫什么人下骹咧做代志，拢有无共款的表现啦。主要就是迄个人，主要毋是迄个人是安怎是主持人，迄个人头壳做是有胖起去无？来，邱老师来小阿妹。我讲实在话，咱国内到即阵为止，对立法院的定数吼，甲规定上清楚就是做案来。但是迄天吼，伊小可有漏交去，伊应该爱提起做主席啦。这你袂，这我的感觉是袂使怪韩国瑜啦。哦，为什么？因为第一，伊无经验这事实。哦，啊，第二，现场咧乱。哦，所以你。